呢度唔係餐廳，望遠啲就知係香港隨處可見嘅健身室。健身室近年越開越多，會員就諗方法去善用呢度。因為有時餐廳冇位就會外賣上去食咯。我覺得二小七嘅廁所可能乾淨啲咯，即係喺街咧凌晨啲商場閂咗就會特登上去廁所咯。我通常除咗做 gym 之外咧，仲會當247係一個温書嘅或者俾我 working place 啦咁樣。咁通常我喺入邊温書，有好多分店啊，佢本身都有個 corner 位係俾你坐低啊，有張台咁樣可以俾你做下自己嘢咁樣。加上個位都幾環境清幽，同埋個 vibe 好適合做嘢。呢個可能即係少少貪小便宜嘅心，因為覺得可能都俾我錢咯，飲多啲水都唔緊要啦。同埋有陣時翻到屋企咧，啲水咧可能都係熱嘅，又唔想飲咁熱嘅水，之後咪去斟多啲水咯，又唔想喺街度買。日頭嘅健身室會員都各有用途，到咗夜晚呢度一樣熱鬧。記者凌晨去到觀察，揀半夜嚟嘅人，主要都係為咗做運動。